嘅話咧，我哋真誠勁爆兒歌頒獎禮咧，先能夠順利舉行㗎。喺度咧真係恭喜曬咧咁多位歌手啦，多謝曬我哋嘅頒獎嘉賓啦，多謝米雪姐姐啦，恭喜曬嘉儀姐啦、金毛姐啦，咁啊仲有就係我Jackie仔啦、林林啦、Bosco、水哥、Chris， 仲有Matthew、Kenny Jackie、唐偉琪等等㗎。多謝大家，聖誕節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路人幫兒童快報，祝大家聖誕快樂 ，Merry Christmas！ 我哋真誠勁爆兒歌頒獎禮，出年再見，拜拜！由新城娛樂台星期日大菠蘿主辦，陸陽光傾力和應